喂！各位老友記，大家注意，我哋大美中國正式1歲啦！周年慶重磅福利即刻開始，由依家去到7月18號，報名旅遊團即刻享受超勁優惠。第一波福利超抵玩，報名指定2大旅遊團，現場即揀100。清遠聚龍灣溫泉2天，原價298，依家只需要198就搞掂。惠州中海希爾頓酒店原價598，依家只需要498，住5星，超抵玩啊！第二波福利更加正啊！只要報名我哋周年精選團，即刻送你4張優惠券，總價值100蚊。呢個優惠券好實用㗎，喺後期報名我哋嘅短線、巴士線都可以用到，有效期一路去到9月30號。當然，即日起至7月8號前報名，長線最高減500蚊一個人。1年1次嘅周年慶，如果想平價探溫泉、住靚酒店、食盡美食嘅，千祈唔好錯過啦！如果想報名了解嘅，撥打電話熱線24個1-232，24個1-232。咁多位旅遊記，邊條線路最啱你心水？評論區話我知。如果想報名、想揾旅伴嘅，都可以喺評論區留言傾偈，我會一一回覆噶啦！快啲過嚟搶着數啦！